而家咧，我介紹呢組動作咧，叫做平衡式。咁啊，平衡人咧係要上下平衡、左右平衡嘅、前後平衡嘅。呢組動作係好簡單嘅。首先屈肘腰間，好似攤大手板嚇，臂前伸，好似問人攞嘢咁嚇。然之後直臂托掌上，咁咧就整個上身拉起㗎啦。咁我哋就係臀後坐啦。咁會運個骨盤慢慢後旋嚇，更加拉直個人嚇。之後停留咗最少10秒，我哋就屈踭踏肩嚇，爪尖升，眼前望，保持你個臀後坐嚇。停翻10秒，10秒之後還原翻直臂向上嚇。之後就直臂開肩嚇，兩個手都直嘅，一個 V 字咁嚇。咁啊停5秒之後，你就沉踭平肩變一個山字，爪尖咧微微向兩側外展，咁啊拉住晒上臂、肩周、胸背嘅地方嚇。然之後咧1分鐘之後，我哋兩個手踭就沉落嚟嚇，一路拉住個上臂落嚟，臂直落體旁，整個上肢拉直。停多10秒，我哋用個上臂旋臂放鬆。咁啊動作係好簡單嘅，可以改善咗咧我哋嘅身體嚟講咧，整個上身同埋升提咗咧我哋嘅五臟六腑嚇。咁啊點樣可以升提啊？咁我而家咧就逐 part 嘅動作去示範啦嚇。屈肘腰間，臂前伸，我哋拉直嘅手臂先嚇。然之後直臂托掌上嘅時候咧，我哋嘅臀後一坐咧，咁啊整個你嘅五臟六腑都升提噶啦，拉起咧筋膜，而後邊你個背咧平嘅，你個椎體咧都會拉直嚇。停留完咗10秒之後，我哋就屈踭踏肩，爪尖升，眼前望，個臀後坐多啲，咁呢個咧嘅對拉法咧就多咗噶啦，咁臟腑更加升提嚇。好啦。停完10秒，我哋就直臂還原翻，拉翻直之後，就向兩側開，呢個直臂開肩啦，掌心對係一個 V 字咁嚇。咁啊拉起咧，我哋腋下協立，胸前肌肉就停翻個10秒，10秒之後就沉踭平肩變呢個山字，爪尖微拉外展，就係拉展住我哋嘅上臂、肩周、胸背，咁咧我哋就平埋個胸背，而個頭咧就一定要收後，咁啊前頸胸咧就會拉起，後邊背部咧就會平嚇。咁啊停幾耐啊？1分鐘啦，呢個要耐啲啦嚇。然之後先至慢慢沉踭，臂直落體旁，拉直臂，停多10秒，用個上臂一旋臂你放鬆，動作就係咁簡單。但係療效咧就好大嘅呢個嚇，升提你嘅三焦之氣添嚇，即係話你個臟腑。